国民党花莲县党部今仔日是来办2场花莲的反恶霸的团结大会，也毋过屏东地检署侦办山地的原住民立委伍丽华罢免的假认书案，早起是去敲国民党花莲党部，也有台东党部，而且甲花莲党部主委罗新莹，也有台东党部的执行长张成全等人拢甲带去约谈。没关系，跟今天的罢免完全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是联署的问题。是那个伍丽华案吗？对，是伍丽华联署。做这样子的动作，我相信政治的动作、搜索的动作含义大过于实质的调查。减掉目前针对性强烈的搜索动作，令人质疑是否在大罢免的关键时刻，企图瘫痪国民党的党务运作。这专案是伍丽华伫今年4月时阵，甲屏东地检署告发这罢免案的领衔人张丰硕是涉嫌伪造文书顶罪，伊怀疑这并册拢是假的，甚至呢有无毋是原住民的人嘛来联署着这个罢免案，也让伍丽华这个互罢免的案件落尾是无成案。国民党来证实讲，包括中央党部、组发会，也有南投县的党部呢，嘛有真侪党工互检调来约谈，而且伊批评这是调工选伫个大罢免上届要紧的时阵，调工要来做完的。